即马就来开始咱今仔日的即个活动吼。啊，一开始呢，吼，咱欢迎大家吼来到咱的李江桥吼台语舞蹈基金会即马即个遮尔特别的即个活动吼。啊，即个咱即马今仔是拜三嘛吼，拜三的即个讲座呢吼，会使算讲是一个诚新的一个活动。咱即马是请咱的阿辉吼来甲咱来介绍一下，好无吼？咱啊掌声欢迎。 好，感谢各位朋友来到遮吼，这是新的一个算咱李江桥台语文化基金会新的活动吼，就是对今仔日对即个月开始吼，以后即个逐个月第一个礼拜三吼，逐个月第一个礼拜三暗时吼，咱拢要来举办即个台语沙龙舞啦吼。 啊，啥物是台语沙龙舞呢？吼，就是讲台语沙龙啦吼。啊，咱即个海音吼来来出即个台语沙龙舞，意思是讲吼，咱要用全台语吼来探讨各种的议题安尼啦吼。啊，头前即几届咱主要要规划较属伫语言吼，就是讲针对台语即个语言直接相关的一寡议题吼来做探讨安尼吼啊。 毋望大家吼会当即个，搁加一寡亲戚朋友介绍者吼，啊以后逐个月吼拢来咱遮做伙来探讨台语沙龙舞吼，看用台语吼，咱要安怎来对遮出发，对家己出发，啊会当来关心咱的语言甲各种议题结合安尼吼，啊台语沙龙有这个讲座，今仔日咱就是邀请咱即个公共电视台的即个新闻部的制作人、主请的即个媒体工作者吼，卢东熙先生吼，要来甲咱讲即个咱家起来做互人看吼，无适度嘛是甲我遮引导安尼吼。好啊，这是咱的主讲者吼，就是卢东熙先生啊，嘛真欢喜会当邀请到咱的即个等下刷落就要邀请某某来专场的主持啦吼。咱某某嘛徛起来，互咱大家即个欣赏一下吼，真欢喜，真欢喜，咱第一场会当邀请这两位吼来关心。 长久拢是关心咱即个语言文化吼，的即个工作者吼，啊来做伙来探讨台语电视台即个议题。好啊，今日是第一场啊，希望大家吼后壁遮逐个月拢会当来台语沙龙有讲座。啊，刷落时间就交互咱的某某，感谢。 好，感谢咱的阿辉吼，哇，今仔真欢喜吼，看到这我头一摆来呢，吼，看到咱即个办公室，哇，即马处理甲呢，我感觉真正确吼，因为咱知影讲咱台湾即马吼，即个进动吼，如果即个民进党搁起来吼，啊，咱台语呢，即个前途吼，咱慢慢会当看一点仔光啊吼，啊，就是紧甲伊掠起来吼，所以讲甲即个即个场所吼，办安尼吼，后摆咱来办一寡即个讲座吼，就亲像咱拄则阿辉讲的吼。 每一个月的头一个拜三的暗时，吼，就是台语沙龙舞吼，伊个拜三啦吼，沙龙舞拜三吼，沙龙舞吼，所以讲即个活动一定爱吼，请大家来多多来支持吼。好，安尼我先自我介绍一下吼，我是某某。 我以前是伫咧即个报道联播网做即个主持人啦吼，啊，即马是无做啊吼，但是就是想要为对咱的台语吼，搁较做即个贡献安尼啦吼，啊，今仔嘛真欢喜吼来甲大家讲主持嘛怪怪啦吼，我感觉应该是吼，咱的即个吼陆先生对，李先生、吕先生吼，吕先生若是讲较忝嘛吼，啊，你著。 安尼甲我杀一个安尼吼，我就开起来讲安尼吼，应该袂当讲是主持啦吼，啊我其实嘛足紧张的吼，因为怎样讲呢吼，即款的议题吼，你若讲完全拢爱用台语来讲吼，啊现场咱遮尔侪即个前辈吼，我足紧张，我惊讲若讲一字迄个华语吼，哇，就足难插的安尼吼，所以讲吼，今仔也请大家来多多指教啦吼。好，安尼咱知影讲，咱即个台语即摆即个状况吼。 咱看到讲，人这客语啊，吼，这个客家的电视台啊，吼，咱的原住民啊，吼，伊嘛有这个原民电视台啊，哇，咱这个台语咧，明明吼，咱台湾的人口内面吼，遮侪歹的人是咧讲台语，但是咱竟然都有一个台语电视台，
吼，即个梦呢吼，应该是伫这个足久以前啊，吼，这个阿扁啊咧做总统迄个时阵，吼，大家都想要来做，但是为什么中央竟然都无去？啊，即摆咧又搁提出来讲，啊，到底会当成啊，袂当成？吼，这咱台语界大家拢有一个望，吼，但是这电视台吼是专业的问题啦，吼，咱来讲，咱只是想要讲台语，吼，有即个台语的角度去看，有可能啦，人迄对方吼一个仔来，吼，就甲咱的即个讲法吼。就该这个压倒了，对吧？吼，所以咱就要为这个电视台的角度，我来看讲咱台语电视台的这个成立，吼，到底有啥物款的问题，吼，咱也来解决。吼，所以讲就是邀请到咱啊，即马是一个咱的公共电视台台语新闻制作人吕东熙，好，吕东熙先生到底哪念啊？吕东熙啦，吼。吕东熙先生，吼，伊嘛是我的好朋友，莫计较吼。好，咱今仔就掌声，吼，来欢迎咱的吕先生，吼，来甲你讲一个台语电视台的必要性。但是我的名吼，足侪人以为是外省人的名，因为台湾人敢若真少学安尼嘛吼。啊，歹势，阮老爸较学文。阮老爸以前是汉学啊，所以吼，伊学这名，我嘛是真混了。但是讲听着声就知讲这是台湾人，啊，但是看着名拢以为是外省人。啊，无法度，我着学这个名算不哩好啦，我嘛真欢喜啦。歹势我诚久毋捌吼，捌安尼对遐侪人讲话吼。会紧张吼。会紧张吼。无咧，今仔的题目是讲台语电视台必要性吼，是安尼讲必要就讲，其实即个论点吼，我伫台湾教授学会吼，2002年迄当有一个研讨会吼，我其实有发表一篇论文，就是台语电视台的设立吼。台语电视，我的论文名叫做电视媒体语言使用吼，来看台语电视台设立甲问题。其实这篇论文内底，其实整个观点我拢有写啊，包括足侪内底的数字吼，我拢讲啊真清楚啦吼。但是我今仔讲一个详细的，就是讲，这篇论文是2002年写的，啊2004年出版的，吼。安尼嘛12年啊呢？无啦，那就2002年。几啊年嘿，但是写的时阵吼，迄阵的台语的调查吼，数字还阁不离悬吼，讲台语的节目啦吼。我讲一个详细的数字吼，就讲2008年到2004年，台湾人上电台收看节目吼，我讲以连续剧啦吼，国语吼、华语，啊搁台语的数字吼。2008年吼，国语啦，我想讲华语的吼，就讲2008年吼，收看华语电视台吼，华语的啦吼，的连续剧3.2%啦吼，上爱看啦。我是讲前台湾人前调查前5名吼，啊国语搁台语的连续剧拢前5名了对啦吼。国语2008年是3.2，吼，2010年是10.8。2012年12.8，2004年20.14，吼，啊台语的吼连续剧吼，2008年吼台湾人上爱看吼，台语8%吼，2010年9.5%，到2012年9.3%，到2014年18.35%。一直落来了，有悬起来，但是华语是愈来愈侪吼。啊，佮讲一个数字互大家听吼。就是讲，咱台湾的戏剧吼，伫目前调查是讲2012年的戏剧啦吼，本土剧、佮大陆剧，啊佮韩剧啦吼。韩国的迄个连续剧吼，所以本土就是讲包括华语、台语、客家、原住民的连续剧吼。2012年吼是38.37啦吼，啊中国的连续剧吼，咱台湾播的中国连续剧是26.57%啦吼，韩国片吼
25.13%。第二个就是讲，本国的片迄是内底佫包括华语哦，38.7是比大陆较济，但是是内底佫包括华语是38，比大陆较济哦。啊，你想起来看，等于台湾人拢咧看大陆剧。伊虽然一寡有1/4的人咧看中国的迄个。但是喺本土剧内底，国剧内底足侪是，虽然是讲台湾人拍的，但是伊是大陆人拍。伊讲咱台湾投资，名义是投资，但是是用有台湾的演员，但是是大陆演员较济。亲像华剧迄种。对。伫黄金时段2012黄金时段就讲着你个讲做8点到9点8点到9点到10点即个黄金时段华语的本土剧是51.6倍啦大陆的片是43.54%，差不多要一半一半。因为本土剧内底是包括咱台湾人，咱台湾电视台做的华语的连续剧，所以等于咱黄金梦的时段拢咧报大陆。这是2002年啦，2013年顶半年啦因为下半年还无调查出来，2004年嘛未调，还未统计出来。2013年的顶半年敢半年尔，黄金时段已经比2012年超过一半。所以咱台湾的连续剧，尤其是本土剧，差不多拢咧报华语嘛，大陆迄嘛是华语，对无？所以讲台语敢有必要承认。现在即个情形就是讲，因为咱所有电视台拢是商业电视台嘛，商业电视台第一点伊就是爱成本嘛，爱愈少片愈少愈好嘛，钱愈少买片的较俗嘛，你买大陆个较俗嘛，买韩国片较俗嘛，所以咱台湾的片就差不多。当电视搁3日咧拍尔嘛，其他所有电视台拢差不多拢咧拍，拢买较济嘛。若无就是参中国大陆合作嘛。所谓合作其实是咱演员拿一个两个啦。就讲因为迄是规定讲咱政府规定讲你着你若参大陆合作，咱着爱会当来台湾报，着爱有咱台湾的演员几个。但是大部分拢其实是拢大陆的。还是一件法律漏洞的所以讲，啥人讲公共电视台爱设台语电视台？讲因为公共电视台伊是公家的，所以伊袂去互商业去影响嘛。咱即马干来看比例，咱知影讲商业电视台，伊一定是按2012年开始，整个台湾的本土剧已经比大陆搁较少啊。即个比例是会愈来愈侪啦。若讲照即个。目前即个情势来看是愈来愈侪，所以下摆咱台湾人听台语的人要看这真正要看台湾的连续剧愈来愈少。所以你的意思是讲，咱若要靠商业电视台伊就有迄个成本的想法伊迄个咧考量，所以咱就等因，毋知要等到当时就对啊。咱来用即个公家的资源来做即个台语电视台嘛，对无对啊。所以我讲，啥公家电视台讲。我讲较坦白讲，啥有比啊？即个题目实在是废话，啥讲？因为咱中国人迄，边来工作人员最伤心的。伊即个题目学了真好啊，学了真歹，啥讲人迄个龙应台就讲，爱说台语电视台啊。即个脉络你会使甲阮大家讲一下。龙应台从2007年的时阵，迄阵拄咧选，毋是2004年的时阵咧选阿扁咧连任迄年，伊就要求阿扁总统。候选人，搁马英九总统候选人，两个爱承诺，讲爱成立，伊叫做闽南语电视台，伊嘛是寡有叫台语电视台伊意思讲，因为讲这闽南语的有6000，全世界有6000几万人所以台湾是保留下上好的包括咱的电视剧人才所以讲伊若讲这片会当。有这成立了，咱拍的片会当去外销各国这是真好的一个文化的输出的对啦。
啊，伊讲这伊小我有读册吼，因为啊我小可有读一寡册吼，因为我有年吼去看一个论文，是外国人写，伊研究咱台湾的连续台湾的电影。咱台湾电影伫1950年代左右吼，迄阵是国际化，像国际化因为国民党吼输去了吼，迄个大陆叫阿强占去了。当初是上出名的上海一寡电视的人，吼拢走去香港，吼。啊，厦门哦，福建广东一带吼，一寡好家人拢走去南洋嘛，原来就拢走去南洋嘛。啊，国民党早台湾了，啊，迄阵台湾开始，最近面是咧拍阿伯来3个查某人吼，其实就是咧拍这台语片。所以伫1950年到1960年，伊在台湾的电视是国际化声，台湾的电影是台语电影是国际化声，香港的人才嘛。啊，华侨的资金，吼，啊，伫台湾，原来是伫香港拍，啊，落尾讲，奇怪，香港啊，卖了真好啊，规台湾人来拍，所以咱北投一带拢是咧拍电影嘛，所以，迄片场是伫咱台湾，所以迄阵台语是国际化。啊，当然到迄个魏德胜迄边啊，伫顶拍迄边啊，海角七号了，台语的电影有小可起来，就讲用台语发音的电影愈来愈侪，小可有国际化来讲，伊个有外销出去。但这是敢若是不是昙花一现，我毋知啦。但是讲，伫台语伊其实是有即个国际化。哦，啊，所以讲容易台讲迄句有道理啊。伊讲台语会当，你即摆去看伊的迄个，印尼的马来西亚，因为一个叫做欢喜台啊，吼，啊，你去看厦门，伊嘛是。拢讲厦门话啊，吼，啊，其实因嘛拢因会当收着咱台湾的连续剧啊，咱台湾的迄个华视个，咱台湾的电视有收会着啊。因古早时代因拢咧看咱的连续剧啊。我1988年我去大陆去厦门的时阵，因拢看咱台湾的迄个连续剧啊。啊，所以讲到讲啊，是咱台湾都伊原来是有即个市场嘛。我若讲，咱即摆民视吼，咱民视搁三立电视台吼，我逐工咧看迄个阮的迄个收视率嘛吼。虽然无以前较好啦，咱看民视迄个8点档啊，种不管台湾人看外面啦，但是伊即摆收视率嘛是上好诶。啊，若搁加入三立，差不多拢排第3名，啊，拢前3名啦。啊，第3名就是大陆可能有一片较好诶伊。走去第3名，啊，有排第5名内，但是大部分伫前10名内底，还是前10名内底，吼，讲前5名内底吼，上好的是拢台语连续剧，但是这数字是一直咧降，吼，包括我拄仔讲的迄个数字，就讲台湾人上爱看连续，迄个戏剧连续剧内底，按2012年，啊，讲马英九嘛是对国民党有贡献，对中国大陆有贡献尔。伊即前第4年了，整个咱台湾的收看电视台的习惯，然后改变起来。哦，伊2008年即前嘛，到2012年，整个台湾人看连续剧、看国语佮台语的整个习惯嘛改过来，超过台语片。对，我再要甲大家重复一下吼，拄则咱吕先生讲的资料吼，2008年吼，这看华语的吼是3.2%，吼啊4年了后，2012年已经变做是12.8%安尼，吼，所以讲20%吼，都规个拢有都改变啊，这4年的时间安尼。啊，这像这一年咱就是开始一寡迄个大陆的戏剧一直开放入来嘛，吼。原来伫2007年的是进前啦，吼，2007年进前吼，台视吼，佮民视这2个电视台吼，无线电视台吼，大部分拢有资质，就讲咱台湾迄个家己拍的连续剧吼，的比例比在大陆买入来吼，佮较济，但是到2008年了，已经拢变过来。啊，你比如这看电视台吼，谁人逐人看公共电视台，谁人收视率无好吼，啊，但是讲啊，你拍得袂歹，啊是安怎哪会看人较少？这其实是咱整个台湾人的习惯，因为外国人吼，
后洲国因是先有公共电视台，才有商业电视台，所以因培养因的人民有看公共电视台即个品质佮水准的即个习惯。但咱台湾是先有商业电视台，才有公共电视台。公共电视台到今年嘛才16年尔，17年。啊，所以阮以前，比如以前拍一支片叫做出外人生吼，迄李叶峰导演吼，伊就李叶峰导演因老爸嘛是礼拜的迄个，吼，嘛是礼拜，因老爸嘛是礼拜受难者。啊，李叶峰导演伊就是台湾上大先拍本土剧，就是以前古早时代差不多25当前、27当前，花絮一支片叫做《爱》有没有？啊，李叶峰拍。啊，就是有空安的迄支对嘛？对。啊，所以伊拍给阮公司片有后山之前照吼，啊个迄个出外人生，吼，伊迄是伊本来伊要拍3部曲的对啦吼，后山之前照是按建老开始拍嘛，出外人生是民国60年代，啊，庄脚开始迄落个吼，开始农业开始放落时，啊，工业起来了，庄脚拢爱走来台北嘛吼，所以。伊本来是要拍，啊第3部是走去闽西拍啦吼，啊但是伊有甲阮买迄个出外人生吼去闽西报，对我伫阮公司报的时阵，当初是伫阮公司报的时阵吼，阮的收视率上悬啦吼，上悬，我逐工咧看，差不多1点几啦吼差不多1.5、1.6吼拍左右吼。这安尼算是悬还是低咧？伫公司内底算。悬啦，啊，但是若参无线其他电视台比较是算低，啥那讲低？过1年了后，面是甲阮买去报，吼，买去个，因为阮公司报了，佫有重播嘛，吼，因为你无可能讲拍一支片了，讲啊，就准拄线，因为迄一支片了拢拍一个是，面是过1年了后才开始报，结果伊的收视率偌济噻？3点多，啊，公司的3倍。啊，阮公司已经报几合遍啦，你知？伊搁重报，伊比阮公司较悬。同款的物件。对，同款的戏剧啊，系习惯的问题。啊，所以因为咱是，我讲像，就是讲因为公共电视台，咱的发展参外国无同款，啊，但是阮的品质袂歹，吼。啊，所以讲倒来讲，啊是安那。目前就讲，咱自迄数年2002年来看，整个连续剧，尤其台语连续剧，我发现已经比例已经变过来。啊！你公司已经2000块，公共电视台2000块，迄年民进党执政的，迄年吼，上尾1年，就已经讲要设南部电视台，吼啊！我其实吼，我因为迄有100几页，我就无爱印啦吼。我今日我是共印上尾几张的迄个未来英文吼，因为当初是阮编的时阵吼，是编。甲建台医生是35页啦吼，啊，当年讲1年的医生是差7页左右啦，啥样伊这比例去算出来，但是伊当初是高雄市政府已经有同意，已经选伫高雄的台铝吼，台湾铝业公司的迄个厂房，要拨公司做南部台建台的迄个。而且，阮公司阁有组一个啥物委员会啊，大家去勘察，按台中市嘛争取，彰化嘛争取，云林嘛争取，台南嘛争取，吼，屏东嘛争取，吼，高雄当然争取，就要选伫高雄。啊，但是选伫高雄已经牌啊嘛甲打落啊，你知无？甲定落啊，你知？啊，2007年拄政党轮替了，啊，这计划嘛拢无继续做。啊，接续内底当时的总经理拢无去追踪。啊，有啦，就是讲。阮公司，我即摆做台语电视是2008年3月初3开播，吼，啊3月18选举嘛，318。赶伫迄个选举进前，应该开一个台语新闻安尼。开播，还演了一个过来报道哦，演一个过来报，但是开了，这节目开落了，其他就拢无动啊嘛。哦，迄南部台落尾，就拢已经咱当作无，拢无即件代志啊。啊，即摆高雄迄个土地即摆嘛，高雄市政府啊，你无要来啊，偌，另外即摆变成叫做什物文创园区，我嘛毋捌去看过吼。啊，讲这有可惜无？可惜。啊，就讲，因为公共电视台吼，当初时的建台医生吼是，当初时医生是
立法因为阮公共电视法，阮的预算是15亿嘛，啊，就要叫立法委员吼，国民党立法委员啦吼，讲这个我不要这样修法，讲要甲本来要降到6亿啦，啊，就要到第4年啊第3年嘛，降到9亿吼，啊，迄阵的当时顶吴鸿山去立法委员讲，你若搁降到6亿，公共电视就免算啊嘛，6亿是免啊补一个公共电视台，我就算嘛，啊，就到9亿为主嘛。所以，阮是16年前，17年前到即马拢9亿。啊，人数一直增加，一直增加。吼，像即摆，像日本的 NHK， 伊的预算是2000几亿，伊甲新闻部的预算就400亿啊。吼，新闻部的 NHK 新闻部。你是讲台票还是台票？吼。400亿，啊，咱这9亿。阮9亿 ，NHK 敢若一个新闻部就400亿哦。啊，因的迄个直升机吼有14台啦，全国直升机，像咱看迄咱迄地大地动，我都翕到迄因全国吼14个所在吼，迄直升机咧上因 NHK， 伊迄毋是政府的，是 NHK 因个有迄个飞行员吼，啊，拢家请，拢编制内底，电伊若虾米灾难，迄直升机飞起来就去翕啊，所以伊拢走袂去。啊，因干那直升机就比阮的迄个采访者要较济啊。我目屎强要啉落来。韩国的吼，韩国的公共电视台有990几亿，台票98。啊，英国 BBC 12000几亿啦。咱9亿，我来强调一下9亿。啊，所以讲，我讲，因为公众电一直无就把即个迄个啊，我意思讲，你公共电视，你若无去成立南部台。你要甲争取预算，无啥可能，啥个？因为当初是走过，我即摆甲讨倒倒来，我讲我南部台，因为当初变讲1年的预算7亿，大概16亿啦吼。啊，准说讲，互你发拍来建一个，啊讲就好啦，6亿好啦，吼。啊，嘛甲恢复到17年前的公共电视台预算啊，吼。啊，但是恢复了，会当做足侪代志，南部台是做足侪代志。我讲你较坦白就讲。咱即马所有全国台湾的电视台，90%差不多99.9%拢设伫台北啦。啊，面试讲较好听，讲伊是登记伫高雄，问题是去高雄工做采访到，伊的迄个伊的录影啥物迄个摄影的迄个摄影棚，伊所有拢设伫台北。啊，最近伫迄个南口咧起要好啊，吼起。开16亿，起个新的迄个面积大楼，拢是台北啦。伊当初是申请是讲要南北平衡，吼啊，所以迄阵才会设落。但是伊商业的，伊爱趁钱啊，伊只有搬来台北啊。伊所有的资源拢爱到台北，伊是商业电视台嘛。但是讲来讲，啊，啥公共电视爱上南部台，因为伊是公共的嘛，伊无即个商业的考虑嘛。所以我只要甲节目做好，哦，做好看，哦，啊，开一寡人民的钱，啊，会当做大家最爱看的节目。啊，讲较坦白讲，那讲咱即摆民进党政府伫后壁啊，伊要选举时，伊承诺要设原住民电视台、客家电视台，搁华侨宏观电视台。伫伊任内3个电视台拢设，哦，伊即3个电视台总共加起来预算是10亿啦，啊，差用期我都10亿左右啦。比如讲，客家台是4.5亿左右啦，吼，啊，因为我以为会安尼三三节节咯，逐年无啥共吼，差不多，但是通常预算差不多4.5亿客家台吼，啊，原住民电视台是3.5亿左右啦，吼，啊，去年2003年较少，2亿多尔。2亿9吼，啊，可能是因为因原住民电视台有一部分的人归建到阮公司，所以预算收到变较少，有10几年啦，啊，所以预算变较少，减几千万。啊，宏观电视台嘛2、3亿啊，服务华侨咧，讲内底华侨毋是干那讲，内底无咧报台语的哦，是报英语、粤语搁比英语搁较侪哦，讲好讲当人听，
哦，甭管是报伫外有看无看我毋知啦，但是内底就是有粤语、英语，吼佫有国语的，吼，但是就是无台语的，吼。有当啊讲了，就讲啊，恁这大汉沙文主义，恁那个古老沙文主义，多数人是作委屈的讲。我先会感觉这作为去来讲，我讲阮查某囝吼，阮查某囝吼咧读国小的时阵，国小开始，要到国中的时阵，我问讲因班的内底会当会晓讲台语的吼，当然阮跩新店吼较特殊，因班会晓讲台语吼，无超过2个，到1个半，含阮查某囝1个。啊！伫新店听起来敢若敢若不离四常，因为新店拢灌输，啊个公告另外。但是我等于到阮婚姻吼，阮厝边隔壁遐，我熟悉迄孙仔辈遐，因生的后生，因6个老母参囡仔拢90%拢参伊讲国语、讲华语，无咧讲台语的。你若讲伫台北，会感觉。会敢若小可会使哦，吼，敢若讲，敢若真正常。我当因到婚姻，阮迄是海边，婚姻就是婚姻上南边外海迄个郑丰琪是阮老师啊，吼，郑丰毅吼，迄是古早时代是全台湾上善的迄个乡镇，吼，大部拢自从我拢差不多无人会考哦，无人咧讲国语的啦。但我即马定下一辈哦，迄我孙仔辈已经差不多拢都20-30岁、30通岁吼，因会下一代拢讲国语，无咧讲台语的，啊看偌严重。啊，我毋是讲设一个电视台，讲啊设一个南部台，设一个语言就会安怎？毋是，我无爱讲数字啦吼。我拄则我这写是到2012年的统计，啊到我今仔搁去甲。Google 者2004年到2004年为止，2015年还袂出来。咱所有 NCC 的个年度的统计就是讲，咱的政府机关吼，中央各地方吼去补助有做语言的母语，还是各种语言的补助，吼。英语哦，外国语啦，英语、客家话、原住民吼。甚至越南话，吼，甚至泰国话，吼，啊，补助啦，我所补助是讲，我甲你申请，我要一个项，我电视台还是我广播电台，我想要报节目，我想要做一个节目，做一个台语，比如讲因报道是以前的报道是才要做，内底吼，我甲统计啦，我这是到2012年统计，我所有统计了内底吼，无台语，有啦，是有台语，啊，但是伊是客家。哦，客家、原住民、台语，做为啥？因为伊一个广告，我委托你，我补助你去做一个广告，啊，内底是你着爱甲我讲3种话，台语敢若有1件尔。无算1件是1/3安尼啦。所有的补助案内底吼，无台语。我今仔去看2004年上新的2003年内底。敢若彰化县有1件补助台语，啊，佮嘛是参客家话，佮原住民斗阵的工作，其他全部补助啊是委托，无台语的意思。啊是安那无正常，因为这是正常。像讲正常讲，我是政府机关啊，啊恁电视台啊是恁广播电台，哦拢有名，啊恁来甲我申请，拢摕啊，啊是讲啊我即摆要做一个宣传，啊恁来甲我申请，通常这电视这传播媒体拢会开。伊拢会较会补助啦。啊，比如讲，你工课要来甲我申请，啊，你无语言名啊是啥物有诶无诶单位要甲我申请，啊，即私人诶单位吼，政府机关公务人员，伊迄预算有限啊，媒体较袂是得是着啊。啊，所以大部分申请，所以拢客家电视台啊，其他电视台。啊，我是足奇怪，谁人内底补助统计内底拢无台语，我会一想无。迄是无人去申请，还是讲申请不要伊加？哦，伊内底无写详细嘛。所以我意思讲，你练一个人，莫讲人无台无，啊，你练即个补助预算内底吼，所有母语的迄个补助预算内底拢无台语。啊，是啥物原因我毋知啊，就讲到底公务人员对。中央甲你比如讲韩民众之前的迄个原市嘛共款呢，
伊内底补助委托，不管是广告还是节目，还是要宣传的，内底奇怪拢台语内底拢无呢。迄是有啊，可能有诶无当，但是迄是意思是讲，你有去甲伊报公家诶电视台吼，相关电视台，你有甲伊通，即你会用家己Google 者吼，你有甲 Google 各年度 NCC 统计报告，逐年拢有。哦，迄网络拢找有，啊！你著去查，拢做100几页，内底著有。你著去查讲哦，中差不多著伫中诶部分，逐年固定拢伫中诶部分啊，补助啥物县政府补助啥物人，啊是中政府啥物部诶法务部、教育部啥物部、劳动部啊补助啥物诶迄落电视台还是广播电台，伊算内底拢足清楚诶。哦，这毋是我白讲，因为这去查到拢有啊。所以我一直想拢无是安怎拢无家己哦，其实。这两方面拢有可能啦，吼，都无人咧制作即个台语的节目，也是讲嘛有可能因就无要互台语的价，感觉讲啊，你台语都无啥物通好补助，你讲的人较侪，是毋是嘛？即个可能。比如讲，客家电视台、搁原住民电视台，还是因的广播电台吼，比如讲嘛客家广播电台，因一寡节目拢会去提案，拢会去提案，因是用正式的单位迄个机关去提，所以大部分的。政府机关拢会补助较济啦。啊，你一般的电视台，包括高雄电视台或台北电视台，伊嘛袂去提这个案的，足奇怪哦。拢无啊，因为宣传咱拢无，我毋知我嘛有想拢无啊。所以，安尼去甲我以前的老头家讲一下，我咧报道联播嘛，紧去提一下。申请这台语的节目。有一年报道联播嘛有。有有去申请，但是迄足少诶，拢做9万几呢款。所以这个规个这个社会迄个对台语的看法嘛有诚大的关系啦吼。啊，所以我讲过来讲是安尼爱说南部电视台，吼，不管你叫做闽南语电视台，还是台语电视台，还是什么台，你着爱你说落，有足侪功能诶就对啦哈。我讲较坦白来讲吼。中南部吼，我拄仔讲过，中南部无为他们发声的电视台，无。比如讲，是安那足侪县市政府啊，若要开记者会创啥吼，迄个戴清德还是陈强啊，开啥较大型的活动，我走来台北。哦。伊地方的记者报拢地方看会着尔，全国看袂着，怎走来台北啊？哦，啊，阮公司吼，的地方记者真少吼。阮是目前是头出苗无记者嘛，分家人，敢若2个半个啊，哦，就讲无摄影，敢一个人兼摄影，分任一个，台南一个，啊台南是我去遐争取，我伫内部交足久个，啊台南再加一个吼，讲啊人已经5都6都啊，现在台南即个300-400万人啊，无公共其实无半人，高雄有2组人吼，屏东无嘛吼，啊。花莲有一个，台东有，吼，啊总统头2个半。啊，当这是要说南部大就是讲，中央啊是台中高雄吼，伊公迄个人员编制伫公司，啊若各县市的记者是互南部台，啊2台用合作吼。啊，我是讲你若设伫南部，啊南部会当啊啦，你会当。录影创啥？即摆足侪，阮公司有些有我后说啊，就我若讲着南部的，啊讲着南部的迄个节目，你着爱坐高铁起来，你知？哦，啊你学生囡仔若要参观迄个摄影迄个摄影啊，是爱走来台北，因南部无啊，哦，啊奇怪啊，这公共电视台医生是全国的医生，啊现在南部拢无，哦，啊客家台嘛设伫台北啊，完全闽南人设伫台北啊。啊，佮按中华以南，应该佮叫按嘉义以南吼，有超过10间的传播的迄个学校就对啦，跟传播新闻有关的学校，哦，10几间学校，但是这学生啊毕业，无所在通去，要食头路，一定要走来台北啊。哦，啊，即摆莫讲2.2K，我互你3万块好了，30K 好了。你来台北，你爱搁租厝，你租一间套房，
至少爱万几箍对无？啊，我做摆嘛有8000，啊你敢扣迄，啊佫交通扣咧，你住台北敢若生活？吼、啊，我毋是讲你设置南部地当足济人，毋是。啊，佫有一个就讲，你会当参学啊合作嘛？学生啊，伊要实习，创业，实习嘛是拢走去台北啊，吼。啊，佫你若设袂了，譬如讲公共电视台设袂了，你会当一寡产业聚落嘛？你像阮公共电视台吼，真热门的节目，啊，佫会当培养真侪导演，啊是一寡新的编剧、新的导演，是阮的叫做人生剧场嘛。人生剧场，阮以前啊吼，这几年变较少，吼，这几年医生因为人事成本愈来愈侪，啊，节目成本愈来愈少。阮古早时代是以前吼，按第二啊第一年开始，阮是每一年至少编1500万嘛吼，啊1500万一支片补助100万，可以当拍15支嘛。啊，即马差不多拍10支左右讲，但是。伊这虽然钱少，但是伊的节目是安那？我是开放，互你来申请，互你新的导演、新的传播公司，还是新的编剧。啊，你啊，独立制片，你拢来申请啊！你来申請了，伊才搁去找其他資源，啊，伊就減迄個，伊會減足者迄個伊的迄個負擔嘛。啊，所以阮會拍的片，品質攏足好，啊，不哩好看，吼，有台語、國語、華語，逐項攏有吼。啊，伊的迄個節目內容嘛，足多元化吼，逐項攏有吼。我意思講，你若南部台設袂了，你即個地台，我講公司公地是毋免南部台毋免饲足濟人的。你节目你着开放嘛，我互你来申請嘛，申請了，你人你要拍我片，你人愛到南部。所以即摆是有人以即个理由来讲啊，就免试什物南部台，是毋是？讲恁爱开足侪人安尼。嘿对。我想你这南部来，你会当安怎？你节目我节目我公用的，当即摆阮的节目就是拢开放互你来申請啊。申請了你若有意愿的，你就来申請。但是我問我南部台，我就是以當初是阮咧設的是講以台語為主。所以你所有來投案，我就甲你審查講你起電至少要85%，我是交站嘛。哦，這理所當然嘛，我是台語地社，所以無可能攏全部攏台語，但是內底嘛有一寡國語加減攏有。但是我是以台語為主嘛，你來申請我的片，這會當甲人才吸引，啊，佮會當留真濟人住南部。雖然講公共的，比如講阮當初時啦吼，迄是當前編的醫生是7億，但是雖然迄錢無多，比如講我可能戲劇的片可能，節目的片可能差不多會醫生做開1億左右，或者啊，佮有做其他一寡綜藝節目，啊是一寡迄個兒童的節目，啊我戲劇我嘛開放了，可能剩無幾千萬，但是會當吸引足濟人去遐拍片。哦，你南部莫講咱白河，佮有一個迄個台文化城，你會當促進迄個整個產業。因為你有醫生有拍片，人就會去嘛。我若要去南部，我去台北，我住南部，我可能薪水無台北濟，但是我住家己的厝啊，对無？我的開銷會較少嘛吼。所以講，迄整個影視劇都會開始集中嘛。啊，你較別講咱所有全台灣所有拍片，咱雖然講南部足濟。縣市吼，啊，攏會即個拍一寡微電影，拍一寡啥有誒無誒啊，迄大部分攏台北人去投案誒，攏去標誒啊。啊，我若一個電視台佇遐，我就是我會用家己人吸引來。啊，我是因為你若是電視台設的，你是長期的，你長期才有法度互人吸佇遐嘛。啊，因為即個經營吼，毋是干那台灣，比如講你英國的 BBC， 伊佇2000幾年、2007年開始就將伊的總部刷去叫做曼徹斯特的迄個一個碼頭。哦，伊 BBC 佇英國，佇倫敦以外，伊閣設一個迄個總部。啊，咱英國雖然個國家較大啦，啊，咱台灣無遐大，但是咱拄則講較濟台灣的問題，咱電視台的問題，是毋是設置南部無過分？咱有講一個國家所有電視台攏佇台北的，我就一直想攏無啊。吼，莫講
古早时代，我举一个讲，因为咱所以前古早时代的资源是习惯上去来讲，我咧走，我以前咧走台北市政委的时阵吼，迄阵台北市政委医生是2000几个啦吼，2500亿左右，2000多亿。台北县的医生吼，较无1000亿啊。台北市一个教育局的医生是迄阵是400亿。台北县规个整个台北县的医生，较无1000亿啦吼，差不多800几个。多一个台北市的医生的一半。哦，啊，这是一河之隔呢，一河之隔啊！咱即马是南部跟北部差较侪。迄是讲2000年以后，吼，比如讲咱的，故讲咱的硬甲说落，吼，到时阵无去袂使吼，啊，搁国立文学馆，啊，甚至台湾历史博物馆设伫南部，迄拢是2000年到2008年中间设落的啊。啊，即马之前，我是听伊讲，民进党包括立法委员本身。因对这个电视台无兴趣，甚至佫有反对。我说这要创啥啊？讲做电视台啊，一台就使啊。哦，啊，因理由足侪啦，吼。啊，我感觉讲奇怪，敢若包括咱所有母语的迄个社团，当然有咧发音，有咧去找，但是这声音拢无出来。这声音拢无出来。这毋是讲比较的问题，这是一个公平性的问题嘛。咱的医生是。咱的税收是全民交的啊，啊是安那有客家、有原住民、有华侨的电视台，就是无台语电视台。咱所有的无线电视台，大部分拢讲华语的嘛。哦，咱都包括民视，我顶工未晓讲叫个民视吼，伊本来拜六，迄一个歌唱节目叫做《明日之星》吼，胡巴主持的。唱歌啊，7月份开始改做台湾 No.1， 啊，原来胡巴参迄个像迄个小钟主持是讲台语的，啊，即马迄个台目停掉，啊，佮换一个名叫做台湾 No.1， 参另外一个白嘉琪吼，8点钟的连续吼，即马拢讲国语，是啥原因我毋知啦。我意思讲，我都讲啊，这是因为商业电视台的，伊这必然的行，就是伊就是要趁钱。因为尤其咱即摆收视率是拢以少年的为主。比如讲连续剧啦吼，比如讲3立个民视连续剧吼，讲台语连续剧吼，广告费迄是差不多几当前的，我哪有7、8当前以前的行情就对啦吼。比如讲1分钟，你民视迄个。本土台语连续剧的广告费吼，1分钟是10万块啦，吼。啊，偶像剧讲华语偶像剧1分钟是30万，这是广告界哦。啊，伊这中足侪，伊这个路轨是安怎？伊这是安怎去演变起来？我毋知影。啊，但是伊就是安尼讲，所以你即摆所有电视台拢咧拍偶像剧是安怎？因为伊广告费比台语较济啊。因为消费，少年人较有消费嘛。因为讲我拍广告创啥，啊少年人较会买，啊你迄种装下迄，我送你咧看，你也袂去买物件，所以伊的广告费就减。听讲是即个原因啦，应该是啦吼。啊，所以这是商业电视台伊必然会产生的一个效果嘛。所以你南部电视台，你无说，因为你是公家电视，我就毋免去考虑。即譬如讲，阮公司我则毋免考虑。我讲一个较特别讲，所有电视台毋敢去报土博西藏的迄个新闻啊，搁法轮功的新闻，所有电视台毋敢报呢，干那公司咧报钱啊。啊，阮也毋免考虑广告，啊，阮也免互你威胁啊，是毋是？你南部台共款即个情形嘛，因为你说落了。我对他讲，我要拍商业节目，我要拍连续剧，我就毋免去考虑我的商业的迄落啊，我毋免考虑收视率，我就是有目的的要拍即个节目嘛。啊，你若讲无说落了，啊，讲啊，恁公司有像比讲有人讲啊，恁公司啊，原来恁有迄个公司2台，但是阮即摆公司2台，迄伫所谓迄根本有看无，阮即摆有公司2台、3台啦哈，阮公司主频。以外来讲，阮公司主频了2台是咧报较属于
台语的，哦，啊，伊是将作品起来报，啊，有即马3台是，HD 是是属于文化艺术重播啦吼，2台是重播儿少，啊个台语的吼，较济。但是这是重播，啊，第2点是讲，伊迄是假。毋是大家拢看有诶。毋是大家拢看有，迄是。机上盒。嘿，机上盒。啊，个伊迄是当时是嘛无啥，迄是政府讲阮要发展啥物数位啥物吼，啊，着恁公司设一个。哦。摕来充数诶。对，你几千万做毋过做1档2档了，啊，过来就无编辑，恁着家己负责。家己就阮公司甲当年重播啊，伊将作品的节目甲翻译过来尔，迄翻译。哦，是翻译诶。配音尔，就是从国语甲配台语安尼尔。啊，有诶无，有诶是满共款报国语诶，啊是大部分属于本土诶，甲你配台语安尼尔。但是你敢看有？你敢毋知阮公司有第2台无嘛？毋知。啊，你，比如讲我南部台，我嘛叫公司2台，但是这2台你来去甲 NCC 申请做正式诶电视台。正式台讲，因为即马咱诶频宽拢有法度压缩出来，要做无线诶。吼，这拢无问题。啊，只要你 NC 通，NC 只要通过了，我申请我准了，我所有我着甲你规定讲，你着所有迄个优选拢爱甲我设落来，吼，一定是我着看着。你若无设正式一个电视台，你讲要2台3，迄是无人看。啊，而且讲较坦白啦，啊，我即马公司交易伊若无增加经营。啊，人事我17年的迄个人事成本是愈来愈济，阮拢有年资啊，虽然无加薪，但是你过1年就有年资，愈来愈济啊，啊，你器材的折旧啊，所以阮即摆啦，重播率有够悬的。我讲阮老师正风时的迄个，我能做一条船吼，8年前我去公司的时阵吼，我看迄个重播的迄个数字34。重播34啊，34摆啦。啊，即摆8年了，毋知佫重播几遍，我毋知啊。啊，是安伊无试啊，所以啊，浮皮啊，成啊一直报啊。报啊，阮同学敲电来讲，同学啊，你虽然讲迄是咱老师，但是恁公司安尼一直重播安尼，我就看到一个遍的，拜托你嘛莫佫报啊。啊，像你成本，因为安怎你公司的成本就是你人事成本愈来愈悬嘛，啊，你的预算拢无17年来拢无变嘛。交易啊，佮你所有的迄个物价成本拢迄个嘛，另外一个无爱甲你讲，讲有即个问题嘛。啊，你唯一突破就讲，啊，你佮设一个电视台了，你政府爱思考即个问题嘛。哦，你无修法叫你，不管你有修法无修法，你是爱去思考即个问题。讲，你以前我就编到15个，现在即马我就编到15个，讲17当前就第1年就是15亿嘛，到第3年、第4年才变9亿嘛。你以前我就到15个，即马是安怎无法度到？啊，无甲你增加是恢复原来的水准尔嘛。哦，啊，你2台会当合作嘛？比如北部台佮南部台，你一寡节目会当合作，会当互通有无嘛？啊，但是我毋知我讲奇怪啊，即个问题足简单的，是安怎？民进党好用，即摆即种党伊若无，人迄龙应台人足巧的，虽然骗票，但是我骗啊我足爽。啊，你讲迄，我就即摆摕即个，我即摆就是摕即个理由吼，拢甲加啊。人龙应台，人就讲要说台语电视台，你民进党你是咧创啥？2004年伊就安尼讲啊吼。对啊，2008年佫要求马英九说啊，迄阵我去伊迄阵伊落去伊中午落台了，走去香港做教授，啊有1年去金门开一个下检讨会，伊佫主张讲马英九总统啊说。闽南语电视台，伊去金门拢讲福建话嘛，讲厦门话啊。啊，伊迄是一个叫做两岸啥物研讨会嘛，佫要求马英九总统啊设南无电视台。不管伊讲真啊假，啊人一个大江大海，就认为讲恁台湾爱设一个南部电视台，啊是咱你民进党到即马拢无去想着，我国语叫做百思不得其解，你知真正，我想拢无啊。我讲海咪讲吼，你一个政府官员吼，你的政绩吼要凸显。我讲啊，即摆文化部郑丽君啦吼，啊你做个代志去补助啥物文创啦，啊而且去参加什么金钟奖、金马奖，人敢会记讲啊你做啥物代志袂嘛？啊你设一个电视台啦哦，民进党啊是郑丽君文化部长期间有设一个南部电视台，这比你去做几啊百件啥物文化活动吼，人佫较会记的。
因为你做其他，你补助，迄补助人拢无看。比如讲你国会补，你来学者专家你来申请，你要写作，你申请了啊，可能有几个人知影讲你有做一件代志，迄是例行公事啊。人袂讲你文化部做偌济代志，但是你设一个人无代，大人知。你后边啊考了你安怎甲骂？人有教师甲你说客家台，你原住民客家会票，民进党自后边啊选过改，拢足少的。但是我著甲你说落啊，你原住民你无法度否认讲后边啊人有即个，教师甲你设一个原住民的，你讲啊对后边啊林来设的客家台，你去较讨厌后边啊，你讲人迄是客。啊，边林来设的第四代啊！我讲你即马，不管是蔡总统还是郑丽君部长也好，你设一个南部台，人会永远台湾人永远讲哦，你有设一个南部台，啊，你做足侪代志，有可能会记，有可能拢袂记。这是足简单的一个执政，我毋是做文化部长，但是这是足简单的一个施政方针嘛。啊，比的是看你讲你的比重，你要囥遮济，要囥遐尔。其实这本足奇怪，咱台湾的迄个人口比例啊，明明这原住民甲这客家吼，都无咱讲台湾话的人遮多吼，啊偏偏因都有电视台，啊咱都拢无，安尼遮多年咱拢点点拢啊吼无反应安尼吼，啊嘛袂抗议安尼吼，啊嘛袂受气吼，这咱大家都要检讨啦吼。这其实今仔日吼，是无啥讲，因为这足简单的讲一个，啥人有必要无必要？我讲这个题目说咱，这个题目吼，好啊足好的，啊好啊真歹，啥人讲？人农运台大江大海就讲啊说啦，啊你搁敢有啥物对无？咱一个外省的，认为讲说一个南部电视台，你先啊民进党认为讲，到即摆拢也无表现出。安尼咱题目是要改一个哈，台语电视台为什么到那吸袂起来安尼？好。啊，我听伊讲啦吼，讲有分析一下，有一个人去参民进党立委，奇怪到即摆拢认为敢若有可能必要去做一件代志。因是，所以咱今仔安尼听咱的吕先生安尼讲吼，所以都是因有为即个预算呐，吼，啊无就是讲啊，恁来加开人，加开人数啦，吼，啊有等等一寡原因嘛，对无？我讲因吼，你讲文化部医生啥？你比如你编作者啊，你高雄有迄个魏武营对无？吼，啊台南有一寡博物馆，吼，啊即马嘉义吼，搁有一寡啊，你做者活动的吼。你宣传安对啦，你其他电视台敢要甲你报？比如讲你国家文学馆办作者作家啥物活动，你敢捌听讲倒一个电视台去甲你报？拢台北的观点。台北观点嘛，啊你南部电视台设袂了，自然你着爱，自然你台报的几率着加足悬的嘛。你魏武营啊，搁台中，比如讲你台中台中今年8月底迄个做啥物？国家歌剧院，啊你办活动，啊你敢毋免转播创啥？啊，搁南部嘛共款啦。啊，阮即摆公司2台迄个 SNG 车，一个转播车，一台工，一个足大台的。你敢若开去到高雄，啊开偌久？啊你南部，我南部来说，我著一台。还搁开转来。对，迄人事成本拢足悬的，吼。啊你南部来说，比如你我有做者活动啊，你台北要去转播，人啊一阵人去呢。你毋是讲拢一台车去呢，而是啊一行人去呢，真大交通费。啊，当然阮包括阮即马袂，伊一定会选嘛，啊，都台北个近嘛。你若杨庆有咧陪我就来。啊，我啊靠啊林怀民咧淡水咧较近我来陪。啊，你敢袂走去到高雄陪？走，因为你刚即个一大吼，迄出去迄是几啊10人诶，车人迄偌济人去诶呢。啊，你若一个电视台伫遐，你自然着爱去转播嘛，啊近嘛。即马无你无即个记者了，你所有南部的活动，你捌听讲话南部我若当去看嘛，我足好个，啊先啊拢无人报。伤远。伤远嘛，啊你其他电视台伊若所有电视台，包括无线、有线、卫星电视，所有不管你是政府还是迄个蓝的、绿的，你。每一个县市拢差不多上济都1组记者尔啦，啊高雄台中可能较济，但是伊敢去找遐有诶无诶新闻吼，着找甲皮皮喘啊，伊若佫去甲你报一个文化活动哪里啥物，电这新闻无啥甲你报。
所以咱今仔咱的这个内容吼，到时阵咱会放伫这个网络顶悬吼，所以伫遮咧会甲咱所有这个南部的听众朋友，毋是观众朋友，大家提醒一下吼，这真正嘛是大家的这个权益啦吼，权益。而且拄则咱吕先生讲的，这个是算得出来，什么有钱啦，那人事费用都算得出来的，还有很多，还有真多，就是讲这个南部台设落去了后，有咱南部的这个。南部的观点，吼，咱大家即个荣誉感，等等拢会出来。即个台语台若设落去，吼，咱以台语出来一寡戏剧，吼，这嘛是会有一种文化的传承，毋是讲干那讲咱就是咱台语就是听人迄翻译的啦，吼，配音的啦，吼，人迄客家电视台抖音客语制作的即个戏剧，为什么咱台语人？吼，咱就是干那会当看人迄配音呢，佫是，咱就知影一个语言，你为一个语言翻甲另外一个语言，根本迄个味就走去啊嘛，迄个文化伫咧内面就无去啊嘛，吼，所以讲这就是毋是讲咱拄仔讲的是会当算的，迄袂当算出来佫规大片咧，吼。这观点是真迄个正台教授洪建山伊有回应我伫自由时报一篇台语电视台设立的迄个。你讲倒一个观点，我讲的这个。拄则迄啦，讲洪建山意思，伊回应我的文章就是讲，这语言的问题吼，其实是要多元化，其实用翻译配音的就会使，吼。你讲是倒一位教授，佫甲咱讲一下。洪建山啦，因为我参作社啊，我原来无闲去甲回应啊，我是讲这伊毋是我的对话迄个对象嘛，我对象是文化部啊是。执政党的立委，你爱去想这问题嘛？伊教授伊可能伊会想啊，但是伊对这无了解，伊对语言问题无讲介了解嘛。你语言讲翻译得好无咱台湾啥所电视台得免这无好啊。拢卖做，拢会翻的，吼，我去买韩国、日本、大陆佫较俗，我去买啊。阮公司以前佫买过迄个泰国的，迄节目佫做嘛，佫国王海人咧买啊嘛。我嘛佫有买过印尼的迄个节目咧，就用配音的就好啊。若讲语言用翻译的就好，就用买的就好啊。是安怎即马就制作节目？我是不爱去甲回应啊，因为无必要嘛。因为这是你文化部还是你迄个蔡英文政府你有想要设的问题嘛？这是一念之间讲，我要做就法度啊，因为切业。一年切啦，建台预算当然划算，建台讲我要起大啦，固定成本。迄是讲第一年要设的迄个建台成本，迄是当时是差不多算出来30几亿啦。但是迄是另外问题讲，我一年算我7亿多啊。其实政府预算迄是要安怎尔，还是要做还做尔啦吼。啊，你迄文化部预算，你讲设电台，迄是嘛是做你文化部做个其他的迄个宣传艺术共款啊。迄是你要设设的问题，你当然你客家来设的嘛无预算啊，你设了了，你自然就去编出来。你原住民一年3亿外设的，伊自然就预算编出来。莫讲宏观的，我都编到3亿外，华侨，阮公司最近佫开一个7点到8点的，7点到8点，有半点钟的迄个英语新闻。英语新闻啊，哈。毋知要有啥看，我毋知啦吼，但是。人即马吼国际化拢爱讲英文呐吼。我是啊吼，讲到这我是我念袂少，我。较冷静的吼，较冷静。比如讲吼。好，要休困一下吗？我即讲完了就好，等下咱大家开讲个。比如讲，我2004年吼，无线电视台，啊是个卫星电视台吼。敢若讲英语的吼，2.62啦吼，这是无线电视台，比原住民客家搁较济啦吼。啊，其他的吼，讲日语的吼，啊，搁有9.77%啦，差不多参台语才7.39。你敢若电视台报日语的，就比台语搁较济啊啦。你想到你演去，这是拢国家 NCC 所有统计出来，你都有闲，都去甲查出来，内底拢足清楚。迄是电视台该报的哦，迄是电视台该报去的哦。
毋是讲 NCC 甲伊讲，因为 NCC 哪有人去甲统计，迄是恁报的，恁今年恁的语言，恁差不多啥物节目，迄内底拢会登记嘛。你这节目是语言是倒一国的，你着爱登记，啊送起来了，伊甲你统计出来。连一个日语都比台语搁较济啊，2014啦，无线电视台啦，卫星电视台吼，迄个英语吼，卫星电视台吼，33.95诶。 哦，卫星电视盈利33.9，就差不多34%啦。啊，台语才6.33啦，客家话才0.4啦吼，原住民0.12啦。咱拢主用咱是算国际化啦嘛，袂歹。国际化。算国际化，所以咱会叫国际化。啊，我咱即摆先小休困10分钟咁好，吼。